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福喜来的，我是吴义勇。一般讲到客家庄，唔会问到的，绝对唔系我哋根本要介绍的吼。因为台体如果讲到国台的客家庄，唔过有的客家庄，因为大家是客大嘅，如以前讲的好罗客啦，如系因哋冇睇讲客嘅，故说一般唔会马上本人问到。今日我哋要小嘅呢，如系平同茶上嘅玻璃村，其实也今年呢，客人可能。小可低，暴力也个客家庄，不过伊能够有心哦。虽然大家无嘛讲客嘅，但係佢想愛來保存也個珍貴嘅客家文化啊，也係用嚟一種頭，伊能想用嚟做。我哋今日如有請兩位來賓來同我哋分享。首先來介紹嘅，如係茶商關小嘅校長王宜萱校長，歡迎校長。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宜萱，歡迎校長。第二位呢，如係玻璃村嘅村長莊明文村長，歡迎村長。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玻璃村長莊明文啊，多謝大家。哎呦，大家，多謝大家。有練哦，這一句有練。有練。好，村長，我剛剛有跟觀眾朋友說，因為有一些人，其實對我客家人，有在客家界工作的人，大概都知道保利村有客家人，因為這幾年保利其實蠻有名的。好，可是我們也都知道，保利村幾乎沒有人會說客語，對不對？是。對，那而且幾乎都是客家人，幾乎都是客家人。哦，那你先跟我們介紹一下玻璃村係用哪一種頭，是什麼樣子的村莊？保利村位置在於台灣最南端恆春半島6鄉鎮上面的車城鄉。那車城鄉上面有山也有海，依屏河公路劃分的話，保利村是在靠近山邊的一個村落。那村境裡面包含了三軍聯訓基地以及保利林場。那人口大概有1300多人。保利村会建庄是在康熙年间，由6堆的先民经过2次移民来到这里，然后客庄先民聚集在这里，为了生存，然后合保其利，那所以就称为保利。那之后就建庄为保利，那就是现在的保利村。那我们全部都是客家血统，是属于客家村。你是什么时候当村长的？我是在2022年的12月当选村长的就职。那我很好奇哦，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个黑行业啊？你自己，因为你很年轻啊。我是回到保利村之后，我才知道说，哦，原来保利村是客家村，我们都是具有客家血统，原来我们是客家人。所以你是已经村外种到外地了，是再回来的。是。那是什么时候？你大概几岁？我在10年前回到保利村。然后原本小时候都在外地就业。算北漂。然后回去以后发现。再回到这边。对，再回到村内。那你怎么会有机缘知道呢？回到保利村之后，其实整个保利村都在推行客体文化。那像我们小时候，我们都会接触到客语，我们的口语，我们的生活方式，其实都有浓浓的客家的元素在里面。那其实我们自己不会发现到这件事情，是回到保利村之后，我们才会发现说，哦，原来我们在推行客体文化，原来我们都是保利村，我们都是客家人。现在还有保留什么？保留下来的话，像平常我们不会以客语交谈，可是我们对长辈的称谓，我们会以客家话来称呼爸爸妈妈等等这一些。那在我们的建筑、我们的饮食方面，其实都还是有客家元素。那在村里面的话，其实我们有三国王庙，我们有报中庭。那在文化活动方面，我们每年都会举办新丁板跟挑担奉饭的活动。所以其实我们还是保有客家的文化在里面，都在生活中。称谓你们现在怎么称呼啊？你可以举一些例子吗？我们现在的称谓的话，其实我们的客家话会比较于平地话，就是会跟客家话的发音不太相同，又不太相同，但是又不是喉咙发，又不是喉咙尾，不是喉咙，所以就会觉得，那个是怎么跟别人不一样？对长辈的称谓方面，像姑姑我们会称为阿姑啊，
然后古公、舅公嘛，古公，然后 Q 梅啊等等之类的对长辈的称呼。哦，Q 梅啊，就真的不是喉咙尾呢吼。对，不是，那也不太接近客家话。对对对，你们有一个自己的体系出来，对，好像两个融合在一起。哦，所以以前会发现，哎，好像跟旁边村庄不太一样。是。我们本身不会发现，我们会发现说我们的称谓，我们不讲客家话，可是称谓却是客家称呼。对外人来说其实是很特别的现象，可是回到本地会发现这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是自然的。对对，那校长是哪里人？我是车城人。哦，你就是车城本地人。对。那你什么时候有发现保利这个客家庄的？小时候我们车城国小要到保利国小去表演。那时候保利国小是一个12班的，也算是大校的。对，但是那时候其实对于所谓的闽客文化其实不清楚。那我在105年的时候回到车城乡担任校长的时候，就知道说在保利分校，我们必须要推动客家文化的部分。那很清楚的就是当时候就在地方上面去认识到理事长啊、总干事啊、社区的发展的一个人士，就发现原来客家文化在保利是主轴，是正宗。我们一直以为以闽南人来讲，就整个车城乡应该都是闽南人。对，那个时候就发现没有，被震撼到了。原来他们是开始在扎根，然后开始在发展出自己对于客家文化的那一个寻根的系统。那个时候就有受到震撼到。而且我其实也是这一次为了这次的访问哈，在周拱科做功课的时候才知道，其实我们现在有一点讲，以前都会讲 holo 哈。可是现在其实有一点转变，因为随着时代不同，我们会有不同的诠释方式。现在比较讲客底，对不对？客代就是像保利村很多村民就是客底的。那这次有一个计划叫堆外的客家人，好，这个计划是怎么开始的呢？以前会称呼具有客家血统，然后不会讲客家话，可是却说着流利的闽南语的这些特定族群，会被称为福老客。对。那为了避免被次群体化，那客委会就以客底这个名词去证明取代福老客这一词。那保利村的村民来自六堆，先民都是来自六堆。那2次移民到这边之后，我们全部具有客家血统，可是却不会讲客家话，哪会讲流利的闽南语。所以屏东县政府就推行这个堆外的客家人，指的就是我们，然后车城保利客家文化的发展计划，然后就将保利就是发展为客底文化。这个计划是哪一年开始的？2023年。哦，23年就是刚开始这样子的计划。哦，那这次的计划跟以前，因为就像您说，您10年前回到保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推广客家文化，跟想要传承在地很特殊的客家文化。那现在推的这个堆外的客家人，跟以往你觉得最大的差别是什么？以目前客家文化来说的话，其实我们在发掘我们的客家文化跟我们的客家传统，跟以往比较大的不同在于说，其实我们现在把客家文化发掘出来之后，其实我们在唤起我们的客家文化，让大家对我们的客家血统的意识能够了解，然后我们还能够传承这些事情下去。而且要把过去拍录嘿，其实俺们想要设计的也给过主要的作品，因为大家有做出一个作品来，是一个绘本。好，绘本真的就是很好的媒介，好，而且你就是得把小朋友拉进来，是因为对哈尼推下一代就是最重要的啊，因为我们大人觉得是客家人，可能到我们这一辈就没了，那小朋友可能完全没有感觉，所以拉近小朋友真的是很重要。那这个想法是怎么开始的？要做绘本这件事，是从校长这边吗？在对外客家人这样的文化里，这计划里面，我们由屏东县的崇苗园城乡文教发展协会跟屏南社大共同跟客务处来做合作。那时候就会提到说，村庄部分可以做社区小旅行的部分，那能不能够用在地的协会或者是学校的力量？那我们当然就想说，我们车城国小从106年开始都在做绘本。我们就主动的去提议说，是不是可以用
绘本这样的方式来呈现我们家乡的故事。那屏东县本身就是做家乡绘本非常成功的一个县市，所以我们希望说用孩子他们看见世界的眼光，然后重新去诠释怎么样去解说在地，怎么样去行销在地，甚至怎么样去说自己的故事的一个出发点。所以当时定调绘本是大家各方意见，然后当然就是学校要大声一点嘛哈，因为有孩子的地方他们最受重视，所以绘本就这样子语言产生这样子。对，所以校长是105年接任校长，对，然后106年你们就做了绘本，对，所以你上任的时候其实就觉得这件事是你想要做的。因为车城的孩子有不同的才能，那我们必须要让老师在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去看看这个才能怎么样去做发挥。那我们很希望为故乡留下一些什么样的记忆，然后并且让孩子能够有本事带着这样的记忆去跟别人说。所以那时候就是希望讲家乡的事，说家乡的故事。孩子喜欢画，喜欢写。所以我们的初想就是说，把孩子平常的记录留下来。那绘本它是一个被设计过的，比较有一个精致型的一个包装，而且比较系统性的处理，而且有办法出版，那就可以变成伴手礼，可以分享，然后在教学上也可以使用。所以我们车城国小一直很努力，希望为孩子留下创作。那绘本这样的创作，它最主要的是要把孩子耳熟能详的故事，或者是他们不清楚，可是老师带着他们去挖掘的在地故事，留下一些记录。所以从这一次的设定里面，刚好如同刚刚村长所说的，保利有很丰富的在地资源、在地文化。那我们的轴线就是要拉出来，就是到底社区的这些人，他们想要什么被看见？可是因为我们是孩子啊，所以我们要用孩子的眼光去看见。那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就是由我跟老师去跟地方的一个长辈、耆老，然后社区人士做讨论，然后由我们的老师带着孩子，他们去，因为我们有保利村庄的孩子过来，每天通学过来，本校就读的，保利的孩子呢，他们本身就会有自己生活的足迹嘛。他们就自己会七嘴八舌的说他们想要讲什么，想要推荐什么。然后呢，我们就会有共同的一个元素。那比如说保安宫，保安宫是大人小孩都一定要讲的，因为是三山国王庙，它是很重要的在地信仰、宗教信仰，客家人的一个文化中心。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有很棒的一个地方标记，就是包中杯。孩子也想把它表现出来那在走茶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原来保利有那么美丽的林顶公园，所以这一次我们特别带着孩子去做在地的走茶。那在走茶的过程当中，孩子才发现，哇，原来有个这么美的林顶公园还没有被探索到哦。你看刚刚我做那个绘本都是新年的我先填调哈，这个填调过程应该是。好像过程更重要的那种感觉。刚还有发现到嘛个奇妙嘅一个歌唱呢，安尼了一下听个继续来唱高两位。非常多種來福喜來嘅現場，我哋今日有請到嘅來賓係屏東茶廠嘅保利村嘅莊明文村長，還有茶廠國小嘅王義賢校長。頭多校長有分享到做繪本其實對校長來說駕輕就熟，可是其實每一個繪本幾乎都是從頭開始，對不對？因為要不然還會做保利嘅客家嘅跟客家有關的，所以你一定要帶着小朋友填調。剛剛也分享到很多重要的地方，譬如說保安宮啊這種客家的信仰中心一定要有的，然後也有小朋友發現到一些我沒有發現到的東西。那這個過程還有沒有什麼有趣的經歷？基本上孩子的每一件事情都很有趣，他出門見天見地就都開心了哈。那像我今天有帶來孩子的拼貼畫裡面的三山國王的一個部分哈，孩子每天都去拜拜。但是他有一天要去做踏查跟調查的時候，拿着平板靠近的時候，突然發現
校长，原来贡品要这样摆哦。然后我们就请老师介绍一下，说整个的一个保安宫三山国王庙的一个特色。孩子就说：“校长，还有门帘呢，原来是动对。那我们就借此语文领域、生活领域，通通都要融入了嘛，哈。告诉孩子说动对的写法，它的怎样的一个文学的部分，那孩子就很开心。那再来就是像我们走到林顶公园，就是我刚刚说的惊叹之地啊。原来到林顶公园上面有这么多的一个装置艺术，然后能够诠释到客家文化情根语读的一个美好。”然后，并且把对于所谓的牛的一个陪伴，把它重新变成一种敬重，也是一种疼惜哈。那对于祖先就会一种怀想，尤其是如果您到林顶公园上面，能够远眺我们整个的保利庄的一个跟同埔的一个平原的连接，你会发现真美。那透过田地之外，你会看到海。真的，所有人都发现，原来美景就在我们的保利。那我们要怎么样把它放在绘本里面？所以孩子就会变成说，这条线很重要，这条线很重要。总共写了10几条支线，那每个都好重要，怎么办？开始就是要让孩子去思考，每一个地方都重要的时候，我们如何让别人看见并且记住保利的美好？所以在绘本的统整里面，必须要靠着绘本的专家，我们就邀请了廖建宏老师跟林秀穗老师，然后到我们学校来指导孩子做绘本的一个制作。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孩子是用画的。就是用水彩画或者是色笔画，可是我们的绘本专家跟我们自己本身的老师发现拼贴竟然可以拼出这些美好的时候，孩子决定打掉重来。我们把前面画的一些部分全部都舍弃掉了，所以这一次这一本保利好课的绘本，都是孩子一张一张的色纸自己滚出来，然后自己剪裁，然后做出这样子的一个拼贴画。所以这本绘本是孩子的心血结晶。那它的有趣就是在于说，我们发现原来只要你给孩子机会，孩子愿意去做，他真的就会卖命的做。那对于故乡也会因为这样一笔一画，然后一层一层的粘贴，那个情感的厚度就会累积出来了。所以是绘本老师有跟大家的协助，除了形式上还有内容上的。这个拼贴是本来只是让大家玩，对，只是玩一个方式，但没有想说我绘本要改这个，只是玩一玩，大家觉得这个方式好像很不错。应该是我们落山风的孩子比较坚韧啊。那在绘本的过程当中会一次一次的审查，那村长他们也都必须要担任审查委员啊，所以可能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激励了孩子，你们真的是很棒，那真的很棒的这个激励就让孩子觉得说，那我一定要做出更棒的来。所以整个绘本的基调会比较类似，就是说它有社区的共识，有孩子的眼光，然后有情感的堆叠之后。每一个人在翻阅这一本绘本的每一页、每一个字句的时候，他都会看到这句话是我说的，这个画面是我想的，这个路线是我走的，然后这个村庄是我的。所以我们看得到的就是在最后绘本呈现的时候，好像每一个大人小孩都觉得他是作者。那跟像以前我们在来自远方的信的时候，我们也都会带孩子演戏。那在这里面，我们也曾经就是到我们保利非常有名望的杨姓宗主的家红农堂去，就在他们的庙城，就大家就开始演起绘本的故事。所以它的传播方式就是让孩子透过绘本的创作，去发展出不同的一个艺术表演。那大人也看得很开心所以就变成我们这一次很幸福的，它是一个故乡的事。那因为故乡的事被传播出去之后，就有机会来上你们的电视台啦。对，我们也有荣幸可以看到这样子讲保利客家的一个故事，是，而且真的就是集众人之力，不是只有小朋友。其实要只有小朋友也没有不行，可是校长你们会想要兼顾，如果我老人家大人看了也会觉得这个跟我很有关。所以就会尽量可以控胎扩大那个范围。那村长你就只要在那边审查就好了吗？其实当然没有那么轻松啦。绘本在制作的时候，其实我是提供一些咨询，然后跟提供意见，然后再来就是每一个步骤的审查。
那其实，在绘本制作完成的时候，初期我发现说我是故事里面的主角啊，它设定为我是故事里面的主角哦。那我看完绘本之后，我发现说，我平常我在社区里面服务，那以我当主角，我是以一个导览员，那带领游客，那进入保利村里面去做导览走读，那以这种很浅显易懂、那很轻松的学习方式来认识保利村，我觉得非常的棒哦。校长真的很用心。你是主角哦。这上面有吗？在书里面，在书里面的导览员。这2幅刚好没有。对。哦，当初是小朋友觉得要让村长当主角的吗？没有那么一开始就那么喜欢他啦。是因为好像每一个人都想要当保利的传销人员，然后每一个人都想要把自己当成是一个记者一样，或者是一个推销者。然后后来发现，这个形象怎么越做就越像我们的村长了。哦，对，其实他最主要是村长所代表一个形象是爱乡爱土，然后跟每个人都很亲近。然后我们要走的又是一个地方，未来在地方创生里面，能够让大家一起来看保利的这样一个小旅行啊，或者是轻旅游的一个系列，所以好像感觉起来就觉得应该要有一个灵魂人物。那我们村长又帅。小朋友就会觉得说，最好就是都能够有这么样落落大方的一个领导者出现在我们的村庄里面，所以这个导览员的一个设定就突然就变成他的形象出来了，这样子，对。所以在书里面就是照着村长的形象嘛，有那个样子那你看到了，你有没有哇很开心自己出现在书里面？是啊，当然第一次看到绘本的时候是觉得非常荣幸啦，很开心，很荣幸。那以绘本的立场来讲，我觉得安排得非常的好。他的角色设定不一定是我本人可是以社区服务的志工下去导览游客，去了解，去走读，其实角色设定的定位非常好。那当初在做每一个绘本的大小，原本就是先做这么大幅，每一页吗？因为要考虑到说那个画面它本身的一个需要，所以刚好我今天带来的都是属于比较大幅的，因为像保安宫它整个的一个平面的一个表现，它就必须要把整个的一个正厅，就是庙厅的部分，那我们的三山国王能够呈现，然后要类似要把旁边有一些孩子在走动的气氛也做出来，所以他就把整个面扩大了。那像这一面是做林顶公园的部分，你看旁边有个小画面，它就是我们林顶公园上面最棒的木炭窑，也是我们保利现在很重要的一个要告诉大家，在保利以前，在农闲时期，我们的先民真的很辛苦，还要想办法赚钱，就是烧木炭。那没想到现在的木炭就可以转换成我们地方创生一个很美好的展现。那本来是只有要呈现林顶公园那孩子就觉得说，这个画面这么漂亮，校长不要拿掉，那我们就把它放在故事里面，也同时呈现林顶公园的一个不同的一个现象，然后让大家觉得说，哇，我想去一窥究竟，有没有？孩子就往那个木炭窑窥探的感觉，对。哇，这整个保利好客花多久时间做？其实大概从2月份接到客户处的相关的一个计划的讨论，那3月份就必须要带着孩子进行资料搜查，然后我们必须要让孩子上课，然后重新去理解美感教育的部分，然后在6、7月暑假的时候要带他们地方走查，然后开始要做一些绘画。所以最后就在2023的10月份的时候，它就正式亮相了那因为它这样的粉红喜气呢，我们又特地把我们的客家元素比如说我们的窗花元素啦，剪纸元素，所以美大家都好喜欢。是那个等值呢，我们南部会讲等值，就跟那个葫芦尾的丁金好像是差不多的那个意思就是很可爱这样子，而且做的其实看起来是很专业的，虽然是小朋友做的，它看起来其实整个品质是很好的。赞的，对，果然是已经很熟悉做绘本的校长来带领。当然，村长的那个主角也很重要。那除了这个绘本以外，其实保利村也能够善忙，想会做其他的，还有工作坊还有伊能的专刊伊能其实做过多事情我们了一下听过继续唱2位团员的小节。
分享到將來福喜來嘅現場，我哋今日有請到嘅係屏東茶廠嘅茶廠國小嘅校長王宜賢校長，還有保利村嘅村長周銘文村長哦，都伊能分享到伊能做一個保利好客、保利好客，吼，一個非本嘅一個嘅過程。咁我就蠻奇妙，不過其實吼，伊能唔單止做非本哦，伊能還做誒非常多嘅事情。比如講一擺呢，一個對外嘅客家人吼，一個專案當中，還作為一個保利專刊，好，還有做自己村的專刊，好，是不是旁邊這個就是？這次我們發行除了繪本以外，還有一本保利專刊對外的客家人。那對外的客家人就是說，我們保利村的先祖都是來自六堆地區。那來到這邊，其實在康熙年間到現在也接近300多年了。那就是我們會把我們的客家文化跟客家歷史帶到這邊，所以專刊裡面也介紹到我們很重要的一個八咬灣事件發生的時候，我們的莊主楊有旺莊主，因為他救了宮古島的一個居民，他利用錢財馬匹財物去把琉球鄉民救回來之後，把他送回日本。那之後有被西鄉都督授予褒揚狀，那在光緒元年的時候，還被授予6品的一個功績，所以其實我們來到這邊，我們所有的一個事情、歷史文化都會寫在這個專刊裡面。哦，就是讓大家拿到就都得了解保利村安內。是。哦，每一米亞拜想要特別做一個專刊，其實它就等於村志哈，就有點像村志了，對不對？這個村的村志。對，算小型版、小區域的村志，村志它涵蓋的事情又更多，它包含的事情又更多，對，又更大本。对，那對外客家人就主要是介紹說我們從哪裡來，發生了哪一些事情，這過程的一些事情，那跟現在我們的一些主要的人物、地方人士這樣。那做一本書做這個應該也要花很久的時間，對不對？很久的時間，花了有2年。哦。有2年的時間，2年從2022一直到2023，2年多。哦，咁有嘅村民啊，可能給你什麼回饋嗎？你能有講？專刊的部分嗎？專刊的部分，其實我們當初是請了教授去做實地考察。那考察我們是針對每一個主角、每一個人事物去做踏查、去做訪談。其實我們村民在對這本書。在了解這本書，在拿到這本書之後，會發現說，哦，原來其實我們還有更多我們不了解的事情，我們不知道的事情。那專刊的發行就讓我們村內的村民，那更了解我們原本我們的歷史意義，我們所發生的事情。這樣，剛剛我們有介紹到，我們繪本裡面有介紹了我們整個保利村的走讀，我們的文化景點，然後我們的歷史景點跟我們的林頂公園。那林頂公園它是一個很漂亮的一個制高點。那所以其實我們現在所推行的，我們就開始做我們的小旅行。那我們有我們的村內的文化導覽，然後彩繪村，然後跟林頂公園。然後在林頂公園，剛剛有提到我們上面有一個木炭窯，木炭窯是早期很重要的一個經濟來源哦。早期在農閒的時候，村民會到山上去打一座木炭窯，然後燒製木炭。在沒有瓦斯的那個年代，我們還透過海口港。車城鄉的海口港把木炭賣到台灣各個地方，所以其實是很重要的一個經濟來源。那現在我們打出木炭窯之後，我們有燒製木炭。那除了販賣木炭以外，我們在比較大型的木炭，我們還會把它做成木炭的盆栽。那這些如果我們透過小旅行來到保利村的話，我們都可以來體驗去手做這些盆栽。現在還有在燒製木炭？有木炭窯還是有，是真實燒製木炭哦，所以是還是在商業使用的嗎？還是它就是for觀光導覽的？主要還是作為觀光跟文化保存，因為燒製木炭的話，我們還是在傳承這項技藝哦。然後燒製出來的木炭，當然如果說以一些比較細微的木炭，我們會去做銷售，然後比較好的木炭，我們就會做成工藝品。那工藝品的話，我有看到我們現在的木炭盆栽，然後跟木炭除臭包，然後木炭我們也可以放到花瓶裡面，可以去淨化水質。如果有養魚或者是種花種樹的話，其實還有其他的用途。哦，嗰做小旅行呢，遊客就做得來用木炭做一個盆栽，然後帶轉移，就自己在
保利的一个伴手礼，自己做的。是哦，哎呀，他还有你会烧木炭哦，还有会烧木炭的师傅，会，还是有，所以是老师傅。是以前传承下来的，现在的老师傅以前是年轻人、小朋友、小伙子，现在传承下来的。哦，有传下来。然后有一些功法、做法，木炭窑的做法跟烧制的方法，有一些是靠书本去考究，然后有一些是靠经验的传承。哦，哇，这个可以传下来也不太简单哎。不简单。哦，有还有上哎 handler 好，要年轻人来肯学，好像蛮不容易的哎。因为其实看村长和校长其实都很年轻。头都俺的某6个时间没有录的时候，我就很好奇，校长是以命你会查赏你就是本地人，那什么时候回到车城？其实校长说一直都在恒春，然后村长也很年轻，俺就会想会底，因为我也是南部人，俺的太后就去台北嘞，我就几乎没有回来了。为什么你们年轻人都会留在车城，留在保利啊？这个我要先讲啦。好，因为我是师院体系的学生，所以我们可以分发志愿。那我真的是一心一意就只想回故乡，因为故乡是我父母亲在的地方啊。那当然就是一个心心念念想回家。那再来就是在求学过程当中，大家都说我们的故乡是偏乡，那偏乡需要有人才回去，我自认是人才啊，没有，你是，就是我们就觉得说应该要回故乡贡献一点心力，所以我大概在87年的时候就回到恒春半岛开始担任教职，那一路以来在看着恒春半岛的孩子在求学过程当中，甚至在就业过程当中，他必须要有走出故乡的一些能力，可是这个能力要谁来帮忙？要我们一起来帮忙啊！所以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是必须要培养他很丰厚的在地情感。因为当他有能力走出故乡的时候，他要有本事在外面打拼，然后而且他有能力之后，他愿意走回故乡，就像我们的村长一样。那当他走回故乡的时候，那他拿什么来彰显自己的本事？他要求生，他要谋生，所以基本上我们还是希望孩子要有基本的能力。可是故乡里面，如果只有靠一方土地的话是不够的，所以现在我们很在乎的就是说，所有的人只要你有本事，透过一个地方创生的连结啊，那我们能够整合大家的能力，然后一起让你要做生意。然后或者是说你要做导览员，甚至你要做这么的传统的一个公益的部分，我们都让你有机会呈现。那这目前来讲的话，就是说对于保利或是对于车城而言，我们想要让别人来认识的就是我们的特色不一样。我们不一定是最好，可是我们跟你交朋友，所以欢迎你来。那用这样子所有的绘本啊，或者是在地情感，让你知道走访台湾是一件很美的事情，走访保利更美。甲村长拢会10年前，上会因为提诺不会大兵，大部分人就安尼嘛，大部分人都是这样。拢会10年前有上会都转去故乡咯。我会对这个地方有情感，是因为我留着一个根在这里。我在这边出生，然后在台北长大。我们在每年的过年，父母亲都会带我们回来这边过年，所以我们有一个根，有一个记忆在这边，这边才是我们的故乡，才是我们家。外地不是我们的家。所以我在外地经过求学、经过当兵跟工作之后，父母亲之后回到这边，然后所以我们会一直认为有一个根，就是我们的故乡是在这里，我们并不是外地人，我们还是保利人。那之后在10年前就遇到妈妈身体不好，所以我才回到这边，就留在这里了。留到呀，俺们刚刚讲。大概看到后上的村长，年轻的村长就表示这个村庄有一点不一样了。好，他家很来选，他家愿意来选一个年轻人，表示其实大家都有一个不同的想法，就会迎接新的时代。俺的没有可是传承，要开始传承。那你也是这个想法，就是我回来照顾妈妈。回来生活，那我想讲，然后出了县村长，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就跟校长一样，很想要，我是人才，我要出来，为什么会有这个？校长是公认的人才啦。那我觉得保利村的客家意识，跟我们的所有的前理事长，大家对保利村的努力获得大家的认同，大家认同这件事情。那我回到这边，10年前回到这边，我也认同说，大家都在为保利村努力。大家都在发掘，大家在延续这个文化，那我觉得我非常认同。
我就投入帮忙这件事情。那我投入做这件事情之后，也获得所有的村民的一个认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那我们能做的事情又更不一样。我们带回来其他地方的想法跟优点，可以跟保利村现在可以做融合。未来我们的改变会更多。能做也要按到为去改个土地做的事情，为自己土地做的事情，它对你们的自己的影响是什么？更爱自己的家乡啊。然后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孩子是我们的希望，所以有一天我们会因为这一群孩子的强壮，或者因为这一群孩子的感恩，然后我们有机会在自己的故乡还是可以很安心养老。很催泪耶，校长真的人才，很会讲。那村长嘞？我觉得是获得认同，我们土地上所有的村民，大家会有一个相同的共识，会有一个认同感，大家能够更团结。对土地上面做的事情，得到大家的认同，那大家会团结一致。刚过个村，你们就是觉得哎，压个梯缝就会归好呢。我这边就是很好，你们因为有一些人可能是我要轻用闲传，还是会有一点我要求生存，我要求生存，所以我要尽量把这个地方变成观光胜地。可是你们感觉不是就是我要个地方就会好，你们就会归带等人来，就是很值得大家来。然后我就是我有一些方法可以介绍，可是你们感觉是真的深深觉得这边是很好的，这边好。然后把它发展好，我们自然就能生存，大家就能生存。就会有共识哈。你们这个过程有过大家彼此共识不同、挣扎、矛盾的时期吗？还是没有？其实一直都大家都蛮有这个共识。我是没跟他吵过啦。我必须要说的，这个是一棒接一棒。所以不管是在地的每一个人，那不管他是在公众服务、社会服务上面，或者是说在地方上面走动的这些人，我认为他们一定都为我们展现了美好的榜样。那他们的话语都很棒，我们都收着了。非常感谢刚过2位今年来，我自己收获也很多哈，就是对我有点当头棒喝，就会喊体腿背啦哈，啊，有可能为故乡做地位嘛嘅。就会能够本爱归台嘅启示，非常感谢2位，感谢高总，谢谢，也谢谢观众。好，谢谢大家，欢迎大家透过旅行来到保利村玩。谢谢2位，跟观众朋友莫转台哦，接下來談論先生好好運通。各位福喜來嘅觀眾朋友，有請大家去到我哋嘅臉書粉絲專頁按讚，還有訂閱 YouTube 頻道，隨時發落福喜來嘅消息。